父王，既然宋太人怀疑，系就得一时被审判。不过，千万不可帮害父亲知晓。那么，两国天会同意公告啊？公主啊！父王，可恨老将军倚老卖老，三番两次请爱驸马嘅麻烦，就请父王先将家嘅兵符所应调回，免得佢再上死断。有理，众卿先将也该兵符所应交出，由寡人强势报告。电台驸马不依国家良事，爱咱无国言主。万岁，万岁呀！不必再奏，拜驾回宫。将爱虽然调回，将爱虽然调回，不会，你就是给见土流当面的见见，驸马难一世，不爱事不对阵，切见不成，万多状，不然调起了边锋，所言罢了。
善用计谋，不把人一时，不但抢不爱西魔对阵，还本恩君神生了言告，到了下，等到万岁嘅新人，连兵符也本调配了。也全都会怪你啊！哟，娘诶，怪爱咯。今日平常时用办欠爱，讲嘛该实法唔好难三讲，按到火枪口出也在用。了拜为何唔主动？反多在为爱实法讲，老夫从通风万岁气不可，蝙蝠所引皮条风，何必吊位就抬一帮？哎呀，落得老公拍山啊！用板讲。我都起了。哎哟，此事吼，就落头摆嘅无强用啦，系事关国家嘅存亡呢，唔系言上在论断场，事情用做得唔去讲啊。钟老将军，钟老将军，钟老将军啊！原来係陳公公，莫非有事相告嗎？正是奴婢弟弟啊！你三次发用量，利用公主之偏，瞒骗万岁，爱到玉山九公口，爱看乜嘅金丝玉麒麟。老将军啊，你看了其中係唔係有诈啊？玉山九公口，這件事情就能好把炮嘛？用辦公，廢太了。老將軍啊，此法會用辦公啊！陳公公有所不知，佢甚是嘅軍人衝天，盜采玉山九公口，唔是一日就能行到位。想必係發財天嘅好計咩話？佢做咗老30年馬連落河，8月15埋伏九公口，愛殺我做陳留表。呀，我娘家啥？呀，老万岁讲啊！事情緊急，係講嘅真強，老萬歲講九公口去唔得啦。冇愛了。娘又唔愛去咯。頭一拜本佢腳出，第二拜本人吊起所引，第三拜講去講啊，強強，嘿嘿，面頭落去。哎呦，你咩事從出去講？此故英雄誰不是？留得擔心真歡喜。愛改了，你也記法愛改過。按道此個英雄雖改是，留得美照十分嘅最。唉，希望萬歲後就能得平安無事啦。用我有可能平安無事，愛看咯。按到等嘅共上論，冇希望咯。老將軍啊，你可以想想辦法啦啊！係呀，愛想乜嘅辦法啦？想辦法解決萬歲回頭啊！萬歲將亡，貴子將滅，你都屬於準備好意啊！哎呦，喂，其他東西總下解啦。唉，愛為國家大好啊！再講。老爺，老爺，好平的啊，路電動
9公头，公公今时玉麒麟，一路之中皆有多加修行。父王放心，有爱众人保家，了然无妨。好，有你也记把寡人就奉行了。不知点兵以后，点兵切皮，就向父王发号命令，从寡人之意，即刻兵发玉山。遵命，来呀！发兵玉山。父王，你看上外层层香烟，是不是有人偷个分享祭拜呀？哦。来呀，大拖狗狂口。父王，果然有人偷个头前分享祭拜。我背，有人的地寡人今日并发玉山，贴片分享诸国寡人一路平安啊！但不知是哪位有心人啊？下马来！爱寡人向前空空啊！原来是中天变异啊！万岁爱卿，可
太子谁下永翁，数次请求，落泪中寒，可是为何啊？老身，还是为到救江山来的呀。救江山。众将退下。遵命。爱卿，莫有松心呀！就你爱君臣两人，寡人相爱老你重谈心事，坐下吧。多谢万岁。万岁请。爱卿，你是下雄翁，救寡人该公山，何来呢？我今年为后方的做得了，已出兵攻魏该了事，本后做了三个一分标本。众爱卿讲解，我会下记杂出师表。唔爱侦查，为身后方有其杀，其一以对两先天公业为生，果敢后主副业不可废。其二表明先天从此未出一身先行，今天下三分逐鹿中也其杀。弟弟啊，为才叹息的情形之下，那部旧梦春归将会出现，不破神梦的残缺吧。爱卿，给诸葛亮一生终究前天从业，为帮以中途变数。今天下三分，一足疲惫，是上为给春梦之秋也。以后方该诸葛亮该其山，寡人是才不明白，老寡人该江山有何牵连啊？主公啊，主公，你此番兵发玉山，必中个600文的剑计，强者顺便这将冲着是全军覆灭，了被汉家也就爱化为废寝啊！嘿，万岁，自己爱多采玉山了，唔是多救公口也爱慕，所以老身特别到此，我来分享这个送冲啊！你呀，罗生见，我来一国之主，总共万里江山，你胆敢诛骂寡人，命送玉山，你不明其妙寡人，难逃
你就唔强死。